大家好，我是郭基瑶，欢迎大家收看修行的迄一天。大家好，我是王一嘉。虽然我细汉的时阵，身躯边的是大人拢咧讲台语，不过我煞是伫咧大汉了后，发现伊的趣味甲水气，所以才甲台语豆豆啊捡回来。阮想要找找伫咧台湾庄头内面会晓讲台语的囡仔，并且对因做伙体验修行的迄一天。这是家己的梅山，我有识识一个弟弟，伊已经是第3代伫遮咧种地啊。平常时伊嘛会帮阿公阿嬷斗相共满地做地哦。即马拄啊天光，因已经开始咧做起啦，咱赶紧来去看卖咧。这个路才歹行的呢。这会使吼，要放遮，好，开始办。那咱来办地时阵是要为倒位办啊？为叶下骹遮。第3叶下骹。对，一粒米肠。一粒米肠。安尼是一心3叶。一心3叶。不过我伫外口听拢是一心2叶，为啥物才是一心3叶？一心2叶是红茶。哦，啊，这是啥物茶？乌龙。乌龙茶就是一心3叶。啊，要安怎看？心是倒位？这就是心。啊，3叶1、2、3，安尼来找看卖。咱若是办伤长会安怎？伤长的话，伊有梗，伊会有梗，啊，啉起来会涩涩。啉起来会涩涩，所以安尼就无好。啊，你敢是1、2、3？感谢呢。安尼一心3叶，安尼就好啊。还是咱来比赛，好，咱来看啥物人办较紧，啊，输的人免创啥，安尼开合跳20个。好，好，输的人咱来比赛哦。1、2、3。搁有啥物？搁有倒位？我找无啊。哦，你嘛是办足紧的呢，你已经足济啊。爱用几点起床6点半。6点半，遐早？啊，你袂忝哦？会啊。会，为啥物甲遐早？因为阿嬷叫我来斗板。阿嬷叫你来斗板，无骹手无交。嘿啊。啊，你较乖，阿嬷叫你来办，你就来办。啊，我无想要来啊，嘛是爱来。嘛是爱来，无阿嬷会甲你骂哦。会啊。这阮阿嬷伊咧写孙啊。阿嬷伊平常时拢煮物件互我食，足好食的。妈，你不要跑，你慢点拍我，慢走。妈，你拍就好吃。Hello， 大家好。为什么遮遐尔济阿姨啊？因为遮大片，啊人手无够，啊阿公就请。啊，敢有识识啥物人？有啊，姨婆。姨婆。是你。啊，你班足紧的呢。我才很慢的好不好？那我比人家慢很多好不好？啊，你班几档啊？我20多年、30年了吧。你嘛足久的呢。对啊，以前的茶叶高度都很低呀，腰会酸啊。哦，之前拢爱扶落来。对呀。啊，今麦就是洗较悬啊。哎，以前都要跪着踩呀。那你都嘛跳舞都嘛 OK。
来，观察了，那个比较多的，等一下有几个过来裁就好了。抽了ha. Cắt chỗ này hay chỗ khác? Phải không? Con lâu phải không? Xong thì ông Đặng. 100，100。Trời lên ơi, 你偌济？hai mẹ. 好了，2斤了。 2斤，啊，其他人拢偌济？其他的人啊，5、6斤、7、8斤了，60块， 60块，你有50块？ 60块. 扣1斤掉啊。 1斤60. 那个篮子1斤。哦，咱1斤啊。咱吃1斤，你扣我偌济？这个1斤，这要怎么扣？拿1斤啊，你这个蹦起来才1斤而已，所以这个才都没有衡量。啊，你偌济钱？没有钱了。那你吃要赢啊？出发，1、2、3、4、5、6、7。忘記啦，爽爽！你是真心要笑呢？你甲我笑。那你还要去倒啊？我带你去熟悉吃，这是啥物区啊？野放茶园。野放茶园，而且有虫的款的。因为这无喷农药，阿公伊想要种这芳开无共。哦，芳开甲下骹的无共。嗯。哦，啊，这路足行的呢，无好行呢。这敢有啥物好佚佗的？有粗兰仔的空。粗兰啊，粗兰啊是穿山甲哦。嘿啊。啊，你敢有看过粗兰啊本人？有啊。有。伊走去阮兜。我拢无看，我去动物园看尔呢，找看觅。这，这就是粗兰的空。嘿啊。是粗兰爱伫内底休困哦。嘿啊。我学看觅，应该走去啊。刚才来这手术，啥物？我看手机啊，看手机啊。迄孙仔为什么遐尔大？哎，你慢收紧啊啦！哇，有收大吧？你足重的嘞！哥哥，足高哦，孙仔。伊是高呢，高呢。哦，哎，有水嘞！哦，对安尼。我头一遍学孙啊，就是这个时阵。意外的收获。哎呀，意外收获，袂歹。安尼按顿有足侪菜通食，唔免烦恼，唔免烦恼啊。足重的呢，细字哦。阿公，足侪孙仔的，哦，细字。19支。19支呢？啊，够呢。哦，19支孙仔就来，通食。阿公，我摕去车顶。是啊，你藏落。哦，我后来壁阁有呢。啊，你要食几顿才会食了啊？这个拍光，拍光哦，会当拍光呢。哎呀，你好，你好，你好，阿公。阿公，你在创啥？我这边搬茶啊。挽茶。哎呀。挽什么茶？乌龙茶啊。阿公，你挽互我看。哦，来。阿公，你做缘投的呢？是啊。我这边缘投。要来做红茶。做红茶。拍青。搁去中。啊，过来。要你送送哦。安尼拍开笑。都袂结规完。啊，过来要安怎做？像哥哥伊安尼。哥哥安尼，甲伊拍开。哎，差不多要泡偌久啊？互伊冷。啊，这个天气爱偌久？唔免1点钟。哈，这就是拍茶。这是阮哥哥，伊叫郭明德，努力工作，很凶很凶，他很凶哦，不过就搞做茶。我儿子他叫酷乐，兴趣吃饭睡觉，哎呦。无你安尼，会安尼哈，要安尼，安尼就我来。好，开始咯。好。上要洗衫咧喏。
对，穿滴滴安你咯。洗衫呢？安尼要暖偌久啊？暖到出汁啊！啊，恁平常时拢几个人伫遮咧暖地啊？我甲哥哥、阿嬷，你甲哥哥甲阿嬷3个人尔。哎，若是手足酸的话，会安怎？就我阿公，外公，然后手足酸就外公。哎，为啥物你会当拍开啊？因为我要看内底。好，我来看卖我即马变安怎啊？哎，敢袂使？哦，紧啊！快啦！啊，你个哦，有阿公来检查。有细粒落安尼，啊你个，啊你拢无咧出力啦？你个，啊你拢无咧暖？你拢无咧暖，互阿公掠着啊！那会无咧喏？无那你要大考，你遗传的。我遗传的，啥物？我遗传的有得咱死啊！嗯，啊规条你看。啊无你来。无你啦。安尼我以后敢会当来做地啊？会哦。会使来啊！我是阿公认证过的。安尼后家你来就好。啊，后摆我会使来哦。你来就你摇车挂吗？我都免你就唔免遐辛苦是不是？这忝。安尼，你为啥物想要互2个囡仔学暖地？啊，细汉来学啊，传承下去啊，啊传承落啊，啊无后摆就无人会晓做啊。哦。阮即摆来泡茶啊，第一个步骤就是先温壶，因为要提升伊的温度，然后来备茶，接落来阮来温杯，温杯嘛是因为杯仔是冷的，所以阮嘛爱互因烧烧。阮来纳茶。然后再来温润泡，温润泡是要创啥？要互茶叶舒展，互伊较好啉。倒水。所以即马是啥物？第一泡即马就第一泡啊。即马会使啉啊？会使啊，爱等伊出汤，出汤，出汤啊要等偌久55秒。 55秒，那你真准哦。那我免摕手机啊。好啊，你有会算？到第一顺序都是由内而外，由左至右，因为若手安尼交叉的话，会对茶壶无礼貌。啉茶进前，我爱先敬礼，然后大家就会使啉茶。是，收，伊是感觉有淡薄仔涩涩，收淡薄仔涩涩，毋过我感觉是好啉的。老师来捧场啊！老师来捧场，来捧场啊！我很严格哦。老师敢不敢做？可以哦，欢迎。没空啊，没下。它的盐黑下尾会化开，就是不会让你在嘴巴太久。安尼有满意无？啊，你平常时伫遮嘛泡遐尔好？伊下课的时阵就是囡仔，泡茶的时阵就变大人啊。对，就是伊心理的迄条件袂歹，就是伫茶席上的就安静的安尼，会当稳稳啊泡。啊，毋过你要遮甲讲下课，就那个囡仔。差足济，无共的一个人。
一天的第一课，迄一天的第一课，今仔日咱要来教啥咧？头前这是地树，地树、这是地叶，地叶，慢来看来就是地菜，地菜、做好就变地米。地米。安尼大家敢袂晓啊？这阮校校你看足细，你学校外口全部拢是树啊，冰冷。我学校边啊拢是车，啥物拢无。啊，这是这阮教室，你教室，你教室去，阮教室你。教室去。诶，你好，喂，这个老师东二，你好，阮东二，啊，你的位置倒位？我的位置遮，啊，因班两个人敢会无聊？袂，啊，这是创啥的？这这当看册哦。困的啊，中岛会当困头他。因为学生较少，所以哦哇我都安尼做。足轻松的。是，阮遮上有名是三个小头家啊，啥小头家？嘿，就是另外一个转出去，因三个以前是阮太和的扛棒，哦，是哦。嘿啊，你扛棒呢？对啊，对细汉就去外口扛棒跑。呢？棒诶，哇塞！其实因拢足厉害，只是讲伊拢算讲真谦虚啦，因拢足谦虚的。你哦。嗯，你会讲哪有就是谦虚，知无？那有。咱今要去对？去厝的邮局的阿姨，你开始识哦？熟悉啊，为什么会熟识？因为配的关系。啊，这是妈妈因以前读册是个干妈店，是哦，啊，即摆无啊？即摆因为人伤少啊，就收起来。拢姓阿姨，阿姨你好，阿姨，你这无用。你也无用哦？我是代办所，我再把那个今天的信两再整理一下。哦。哎，是这样。啊，你定定会来遮哦？上学的时候要经过，放学会经过这样。你看很乖，很懂事啊，看到人拢会拍招呼，拢会给叫一个，叫是哦阿姨你好，安尼，哎。啊你好，啊你看到我拢无拍招呼。啊，你会报办公室，想说甲恁阿妈妈的抱一摕倒去，安尼，吼，好。哎，咱即摆要去对？派出所，去派出所？为什么要去派出所？逮捕我？哈？遐尔乖，我要考安尼。所长，所长你好，哎，所长，所长，哎，最近乖无？足乖有的。足乖。你讲伊要甲我逮捕呢？啊，你来逮捕。要甲我你也掠走要？做派啊，你来逮捕。你哪是才所长？因为所长伊有当时拢会去阮兜找阿公。哦，你会去找阿公泡茶？有啊，就因阿公算阮进前的社区的理事长啊，啊，阮拢会去啊，做泡茶。啊，伊下课时阵嘛会来啊？啊，去哦，当时啊嘛会过来遮坐一下。哇，去派出所啉系啊茶，系啊。一起翻，刚好巧克力，谢那巧克力谢。都遐尔好。要乖一点哦。爱乖哦，好，我会乖，我会乖，读册的。爱较认真读册。这啥物来地方啊？这包做的，报纸的，嘿，遐大一片，嘿。哇！啊，你会天天来家家哦？这阿公若有朋友的时，伊会叫我带伊去。所以你就会甲伊阿公朋友介绍。嘿啊。这是古庙，爱使入去。会使。哎呦，这路就歹行的，人家来探险的。哇，带变安尼啊？嘿啊，这个庙完全哇，歪去安尼。嘿啊。哇塞！你为什么会来遮？啊，因为阿公伊拢会带我来遮。阿公敢有甲你讲遮的故事？有啊，就是爸爸风灾的时，嗯，伊为遐溜落来，溜落来，然后内底的物件拢足好的，内底物件拢就好。嘿，然后生命是徛咧，啊，生命是徛咧，无倒去。无伊搁徛咧，哇，这厝即摆安尼看会足幸的呢，你敢会幸？袂啊，就是安尼看歪歪的，安尼徛咧是歪的，啊你就你袂幸安尼看就好我，就安尼看就好，安尼看是歪的。安尼哇看，，伊的感觉拢
歪去啊，全部拢歪去啊。哇，这风景真足水的，足快的，全部拢迄块。你若是行去顶悬，是行去倒位？行去大风顶，大风顶。上悬遐。迄楼梯足济。袂啦，遐是啥物所在？迄顶界办活动，伫遐泡茶，我泡过冰时呢。你拢靠对面是？哇，风景遐好，好啊，足水的呢。嘿啊，啊等一日做等过车。伯公，伯公，会使伯公，带阮去踅踅无？好啊，上车啊！安尼。启动啊！啊，启动啊，好。哦，哇，看你大声。好啊，走啊！走啊，好，来，哦，看你刺激的，哇，哇，足水的，足水的，水呢？哇，是不是在坐云霄飞车？哎呀，遐1314，你讲啥物？遐是1314，哦，然后遐是乌汤底，乌汉地，哇，你足熟的。嘿啊，啊，你敢会惊啊？会啊，飞落去啊！哦，飞落去啊！半山腰没问题啊。哦，要半山腰好，半山腰景色比较漂亮。半山腰较水，哇，足水的。对啊，茶兴蒸汽很漂亮的时候。哦，这是足水的时阵。对。哦。哇，足水的。好，来，我哋当落车。会啊，看风景。看风景哦。来车来车，哎，风景足水的。你看今日天气足好的。嗯，哎，讲遐是倒位？遐对啊，草岭，草岭。哎，敢有介山顶？有啊，为啥物？空气好空气好，啊，搁有咧，啊，天气嘛阿就好公。阿嬷妈妈，拢伫遮。嘿，有人讲我你哦，一定会变做一个足厉害的人。袂怕，会啦，你甲我偷笑，你笑啊足爽的。我感觉因兜拢是生活了足认真的人，就是伊做啥物代志拢足认真的，做茶的时阵嘛足认真，泡茶的时阵嘛足认真的。是也是一个足有想法的人，伊是一个古灵精怪的人。我感觉伊其实会当对家己较有自信一个，以后就会变做一个足厉害的人啊。哎，不是下班了，你嘛是，你会跳恰恰。你看这个麦克风多重啊！第一泡爱泡55秒哦。厉害了吗？哎，你长得很漂亮哎！是说我吗？哇，谢谢，你也很漂亮哎。哇，不会不一样。不。